艺术水较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世界经历都千几年，中间都变迁。以早人咧讲读心啊，叫做罗汉脚，袂是讲过了敢若真艰苦，困伫庙室啊。毋过即马时代无共啊，咱讲做读心的贵族，像一个真有影哦，无得甲讲嫁出了会较清闲，无定着啦。有诶真侪人家己咧过日子嘛真自在。毋过较早咱年岁到，未嫁出，未配亲，毋通报啊！咱兜户顶就站甲用要委去啊！来甲咱的老爸母讲安怎样？讲你着爱想天地圆认认串鹅单身毋过即句话讲了斗句真好听，互相中间敢有因果的关系，迄是无定着。若要斗句选举的人上后斗句，讲我交陪无分好野善，父母无分大细汉。听到安尼，皆有说服的力头。毋过咱嘛知影互相中间因果关系有当中也是硬斗的。天地圆认认啦，甲物影串鹅就鹅单身。即马咱已经知影讲未必的啦。真侪嫁出了，想要分开，想要家己恢复单身的，这嘛有，毋是无呢。毋则讲较理解的老爸母，伊就会讲你毋免替阮操烦啦，因免相对着一个兄配，一个兄笑。即句俗语话，我咱袂输敢若有景咧，互咱看咱知影讲厝伫下底就是笑啊，暗伫面顶就是一领被，就是总有一天，阮后生伊的缘若浮，姻缘若到的时阵，世间有一个人，拄好甲伊感情互相会当弥补，两个就是配了肉拄肉，因着家己自然，一个兄配，搁一个兄笑，有配有笑，安尼就成一家啊哩。毋则讲会晓想的人，咱知影讲做工课。千万你都唔通勉强，当然啦，娶某嘛唔通勉强哦。古早社会有一句话，即马较少人来讲，毋过咱来比拼即马社会变迁，咱嘛共款会当理解，就是讲借钱娶某，生囝无够通互顾。讲即句话就介土、介歹听，佮介凄惨啊。所以毋知影讲你要娶某无钱啦，原因就是想讲无田无园，真靠即门。若无某无够的时阵，穿衫讲的破肩胛头啦。所以到年尾一定爱娶一个某来共借钱哦。结果即马钱借你讲爱生2性，生即个囝红红幼幼无我看都爱互阮抱转来生，阮的生。即马社会无安尼啊，这古早的俗语啦。毋过就是咧比拼讲做工课。千万唔通勉强，若无好到尾生囝你都无够通互顾，安尼就真凄惨。总是咱若顺势，咱若照起工，咱若照心愿伫咧做，有一天咱的老爸母就会当双手抱双孙，无手通人棍。代志时机到来做，才会自然。万项总是一定都爱着时上界要紧啦。